今個星期五就係受苦節，亦即係耶穌受難嘅日子。咁喺呢一個時間呢，每一年我都特別想朗誦下詩篇第22篇。咁順便呢，我哋亦都係睇下究竟朗誦聖經同埋朗誦普通嘅詩歌係有啲乜嘢嘅分別呢？其實當中嘅分別係相當之大嘅。咁首先我哋睇下啦，喺呢一個詩篇第22篇呢，其實就係喺耶穌出世之前嘅1000年寫嘅，係大衛嘅詩嚟㗎。呢度一開場已經講話，大衛嘅詩交與伶長，調用朝露。咁咧佢係當時嘅一種嘅，即係佢交俾伶長，伶長就係專係負責，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嘅唱詩班嘅詩班長啦咁樣樣。朝露咧，我諗係晨禱嘅時候要唱嘅歌啦嚇。咁我哋唔知道係咩調子嚟㗎啦，但係佢就係歌詞全部喺晒度，就係詩歌嚟㗎啦。咁其實咧，我係視為咧22篇咧，雖然喺耶穌出世前嘅1000年，但係呢首詩係神咧透過大衛係預言咗將會出現一個彌賽亞。如果彌賽亞咧，佢成個受難嘅過程就清清楚楚寫喺呢度噶啦，成個過程。咁寫耶穌受難嘅過程咧，4福音啦，即係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啊、約翰福音，仲有咁樣，仲有一個馬可福音啊，4福音書裏邊咧就係全部都有記載住啦。咁全部有記載住耶穌受難嘅全過程。但係咧，你會發覺咧，全部都係以旁觀者喎，即係當時佢哋在場係門徒嚟噶嘛，佢哋睇住成個過程，佢哋睇，所以佢入邊有寫他流血、他斷氣咁樣樣。咁其實咧，佢哋係唔知道耶穌本人喺十字架嗰一刻係咩感受，佢寫唔到出嚟嘅，因為只有耶穌本人先知道。所以喺呢首詩裏邊咧，你就正正見到而主耶穌佢裏邊佢個腦裏邊個感受，佢嘅身體嘅感受，佢掙扎點樣掙扎，都全部寫晒出嚟，睇下有佢幾軟弱。咁全部有寫晒出嚟，咁我哋睇下佢，你譬如因為有好多人都唔承認啊，神1000年啊有預言啊，佢都覺得係咁啱嘅啫。正如第一句啦，第一句佢講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呢一個咧，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咧？就係耶穌喺十字架上面講嘅一句7言裏邊嘅其中一句喎。佢講咗喺十字架上面講咗7句説話，其中嘅一句就係呢句。佢真係有啲人話係喎，佢咁啱又係講咁啱又係講咗呢句喎，咁你即係應驗咗啦。啲人話咁主耶穌係佢都識聖經噶嘛，佢都背聖經噶嘛，係咪？佢都睇聖經喎，佢係拉比嚟噶嘛。咁呢句話喺舊約裏邊，佢梗係識啦。佢當時佢咁苦，咁佢梗係喺度背金句啦，哀求主啦，咁嘅意思啱。咁你如果係咁樣理解都可以嘅。咁佢可能突然之間就用聖經裏邊嘅句子嚟到安慰自己咁樣樣。咁好啦，你再睇落去啊，睇落去咧就係第6節、第7節、第8節咧，佢係但我是蟲，佢話佢自己係個蟲嚟嘅，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說：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他吧？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吧？嗱，呢度咧係大衛寫嘅，但係當時1000年後，主耶穌就係喺十字架周圍嗰啲人，即係同埋佢去各個他嘅路上面嗰啲人鬧佢嗰啲情形嚟㗎。你話第一句係耶穌背金句，咁你見到呢度又點解釋咧？啲群眾圍住佢嚟鬧，係咪群眾都係臨時演員咧？係配合緊主耶穌咧？咁其實呢度咧，你就係諗一個問題啦。其實神咧喺1000年前咧已經睇晒呢啲嘢，已經知道已經知道呢個彌賽亞即將離開世界嘅時候，佢係點樣死法嘅？佢唔係病死㗎，佢唔係意外啊，佢就係咁樣死㗎啦。咁好啦，佢將呢一啲人嘅嘴臉都預告埋俾人聽，即係俾大家聽啊。所以佢話俾你聽一樣嘢，佢就係彌賽亞，佢預知所有嘢。咁好啦，我哋仲有一樣嘢喎，耶穌被釘十字架呢件事咧係羅馬時代嘅事喎，十字架係大衛1000年即係1000年前咧係冇呢樣嘢嘅喎，所以嗰陣時神就知道係咁樣死嘅。後邊你睇到仲詳細寫點樣釘十字架，嗰陣時係冇十字架嘅，你要知道嚇。咁同埋咧第9節但你是叫我出母腹，我在母懷裏，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裏，我從母親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呢兩節咧係講緊耶穌出嚟到人世嘅時候嘅情景，即係話俾你聽，佢真真實實係一個人嚟㗎，佢唔係一個即係話一個你從來都未見過喺天上面嘅，佢真係嚟到呢個世界㗎，佢會嚟嘅，話俾你聽。咁到呢一個第3節咧咁第3節至到第5節，但你是聖潔，是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我們的祖先倚靠你，他們倚靠你，
你就解救他們，他們哀求你便蒙解救，他們倚靠你就不羞愧。呢度係講咩嘢呢？講緊主耶穌，即係佢出世於一個以色列嘅家庭啦，猶太家庭啦，佢所受到嘅信仰嘅教育嚟㗎。佢由自細咧，佢就受住呢啲嘅教育，佢倚靠神，自細就倚靠神，知道佢哋祖先佢都要學嘢嘅喎。所以聖經裏邊都有記載，主耶穌係點樣學嘢嘅喎？喺聖殿裏邊點樣去禱告，點樣聽信息？呢個係佢成長嘅時候嘅情景嚇。咁樣受到啲教育，知道佢祖先喺邊度嚟，佢祖先係點樣養個祖先咁樣啦。好啦，到呢度咧，跟住我哋嚟咯，到12到13節呢兩樣。佢係講緊乜嘢咧？我嘅理解咧就係講緊佢行緊去各個他嘅路上，佢孭住十字架嘅時候，佢周圍嘅群眾係點樣唾罵佢，點樣去嘲笑佢啊，去打佢啊，鞭打佢啊咁樣樣。啲文士係點樣責備佢啊？用啲最苛刻嘅説話嚇，同埋咧啲其他啲人咧就大聲咁樣喝佢啊咁樣樣。你睇下啦，佢話許多公牛圍繞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們向我張口，好像爪獅的口，好像爪獅嚎叫的獅子。呢啲就係周圍人嘅嘴臉嚟噶，唔使多解嘅，一睇就知道啦。佢哋即係群情洶湧咁嘅場面啦。咁好啦，我哋再跳咧，就跳到去第16節、17節、18節呢3節咧，睇下又發生咩事咧？就係犬類圍住我，惡黨圍繞我，他們摘了我的手、我的腳、我的骨頭，我都能數過。他們瞪着眼看我，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裏衣拈鬮。拈鬮即係點樣拈鬮？即係我哋即係去掟骰仔啦，掟骰仔邊個贏咗呢堆衫就屬於邊個。嗰陣時呢啲人咧可能都幾窮嘅，啲衫係要執人哋嘅，自己買咧要儲好多錢先買得起，所以佢哋要呢啲係財產嚟噶嘛。咁佢哋要拈鬮睇下分俾邊個啲衫啊？呢啲係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前，佢釘了我嘅手，又釘了我的腳。呢個係羅馬兵丁做嘅事嚟㗎。咁咧佢哋瞪住眼，即係好似好憎我咁樣啦嚇，好似嗰啲狗啊，好似嗰啲惡黨環繞我咁樣分我個衫，將我所有嘅衫剝光豬分晒。咁咧就係圍住一條布啊嘛。你喺十字架嗰度見到耶穌，即係嗰個十字架係圍住嗰個布嚟嘅啫。嚟到呢度，你可以見到神係講晒1000年前就透過大衛講晒所有嘅細節。你話呢啲係應驗，定還是羅馬兵丁群眾都喺度同耶穌一齊應驗緊神嘅預言呢？咁如果你話唔係，我都承認係神嘅應驗啦。咁你既然神嘅預言係應驗咗，咁耶穌係邊個呢？係咪？你話耶穌唔係神，係人，係呢個就係講緊耶穌嘅人係完全嘅人。咁一陣間呢，你就會知道神點解要話俾你聽耶穌係一個完全嘅人呢？咩叫完全嘅人啊？一方面人間嘅所有嘅苦難佢都受過啦，生老病死4樣嘢冇一樣開心嘅。你可以講生係開心，但係除咗生之外，其實生係忠誠嘅。有好多人唔認為生係開心嘅。咁啊，老病死，咁呢3樣無可否認嘅就係負面噶啦。咁喺呢個當中咧，耶穌全部經歷晒之後，佢係完全嘅人嘅。另外一邊咧，就係佢從來都冇犯過罪，即使佢俾魔鬼引誘去呢一個曠野嗰度40晝夜，佢亦都係冇犯罪。點樣引誘都係冇犯，佢都係憑住唔係神蹟喎，唔係我會識變，我會有神奇力量拒絕你個魔鬼，唔係，佢淨係靠住一樣，就係佢句句都係因為神，因為聖經講俾我聽乜，佢就係聽神嘅話語，就靠呢一點就勝過所有嘅試探，就係咁簡單。所以佢留俾人嘅一個信息就係話，其實唔使咩神蹟，你就係遵照神嘅言語，佢聖經上面嘅說話，你可以戰勝所有嘢，就係咁解啦。咁好啦，我哋再睇下14節、15節呢2節係講緊乜嘢呢？係4福音書裏邊都講唔出嘅，佢只係旁觀，因為呢2句係講緊主耶穌基督自己內心嘅感受，肉體上面嘅感受，佢係幾咁辛苦、幾咁痛苦嘅難受啊！佢話我如水被倒出來，我的骨頭脫了節。你要諗下，主耶穌朝早就俾人哋趕咗去嗰個他，掛喺個十字架上面，佢一路到下晝3點，佢啲血咧係一滴一滴流噶，佢唔係突然之間意外咁舒服就死咗噶，唔係噶，佢係慢慢流乾晒啲血之後流乜嘢？身體裏邊嗰啲水啊、油啊，係咁樣全部一滴一滴流晒，所以佢話我如水被倒出來，我啲骨頭脫了節，冇晒嗰啲嘢支撐，骨頭就脫了節噶啦。佢話我嘅心喺我裏邊如蠟融化，因為你身體裏邊乜嘢都冇，水分都冇嘅時候，骨都脫節嘅時候，你嘅內臟會點呢？
佢話我嘅精力枯乾，如同瓦片，我嘅舌頭貼在我牙床上。呢個就係佢喺十字架上邊嘅真嘅感覺。你將我安置在死地塵土之中，係佢嘅腦裏邊，喺佢嘅腦裏邊即將斷氣。佢知道佢人生嘅路途行完啦，佢即將去如塵一樣飛走咗。但係呢種嘅感受掙扎，呢種嘅哀歌喺度。跟住咧，我哋知道耶穌喺十字架上嘅最後一句就係成了。成了嘅意思就係一切都完成咗啦。完成乜嘢？佢嚟到呢個世界最主要嘅任務，神交俾佢嘅。所以我哋睇到咧呢一幕咧，前面呢一幕咧，全部都係1000年前咧神預定好嘅一個計劃。就連惡人嘅惡言啦，個表現啦，都係神嘅掌握之中啊！神咧將群眾呢一啲舉動咧，都成為神預言真理嘅一個部分啦。喺呢度咧，我哋思考一樣嘢，就係當我哋苦難來臨嘅時候，我哋點樣面對苦難？有好多人去咗去求籤啊，求神拜佛啊，咁嗰個嘅神同你有冇關係？佢知唔知你有幾痛？其實如果我哋喺呢度咧思考，就係耶穌基督佢係受過所有人所受嘅苦難，即係幾痛嘅都唔夠佢咁痛。咁所以咧，當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其實係求神同我哋一齊啊，去加能賜力俾我哋啊。其實如果冇主耶穌喺十字架上面嘅痛嘅時候，當你面對苦難嘅時候，你有冇同主耶穌一樣嘅共鳴喺度支持住你呢？喺一個小小嘅見證裏邊呢，就係教會嘅弟兄係過咗身嘅。佢喺末期嘅癌症面前咧，佢周身都痛，佢每呼吸一下都痛，因為個肺都好痛。佢胰臟癌，佢飲一啖水都唔敢吞落去，因為好痛好痛嘅時候，同埋瞓覺轉身都唔敢轉。都好痛好痛，喐一下都痛。你同佢拉被，個被佢就話好似割緊佢嘅身體咁樣，好痛。咁但係佢講，因為牧師問佢你想我哋點樣幫你祈禱咧？佢都話，佢話牧師啊，如果你哋今日咧，如果飲一啖水唔痛，你應該感謝神。你瞓一晚覺，無論點轉身你都唔痛，你要感謝神。你呼吸一下你都唔痛，你要感謝神。佢講咗呢3個，跟住佢講，但係我呢個痛，如果喺主耶穌個痛苦裏邊可以有少少嘅分擔，我已經好開心。呢一個就係我哋同神之間建立嘅關係，呢一個嘅共鳴。喺呢個共鳴咧，就成為我哋面對苦難嘅時候嘅強大嘅力量。就係我哋藉住主耶穌嘅愛可以戰勝一切。所以咧，我哋朗完咗成篇文嘅時候，我哋會發覺，我哋喺呢度冇強調到主耶穌係幾咁強大，幾咁堅強。佢正正係強調緊主耶穌嘅軟弱，佢都有軟弱嘅地方。佢係軟弱裏邊，你不聽我哀哼的言語，你為什麼遠離我不救我？佢有呢啲嘅。求你救我靈魂脫離刀劍，求你救我生命脫離犬類。佢求佢倚靠，佢係咁樣。所以呢度咧係聖經嘅朗誦當中，你會更加認識到神，認識到主耶穌。但係相反，我哋再睇下我哋朗誦嘅普通嘅詩歌嚇，當我哋朗譬如食子嘅相信未來咯。佢係講緊呢一個作者喺文革當中點樣遭受苦難啦，點樣遭受到人哋嘅誣蔑啊、痛苦啊當中孤立啊，同埋各種各樣嘅劫難之後咧，佢仍然喺苦難當中，佢相信佢嘅信仰，佢相信佢心中嘅信念，佢相信未來啊嘛，佢相信未來有一日會有公正嘅答案，佢會平反，佢會有公平嘅對待，佢係呢種嘅。所以喺嗰種嘅詩裏邊咧，你反而去強調緊嘅人嗰種嘅堅毅，人嗰種嘅嗰種嘅堅強，嗰種嘅高潔，嗰種嘅
譬如高爾基嘅海燕裏邊，亦都係通過一個海燕，佢喺驚濤駭浪裏邊點樣頑強搏鬥啊，係顯示緊佢嗰種嘅佢嗰種嘅強大，佢嗰種嘅即係光輝形象，英雄嘅光輝形象。喺詩篇當中，你完全見唔到，即係邊一度咧係講緊主耶穌光輝嘅形象，佢就係一個弱者，佢就係要一味嘅要靠住神。